后来乡亲啊，阁有风台咯。目前伫个李宋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上近今仔日就会形成风台，叫做谭梅。气象署讲，未来往南海耍动的可能性上悬，但是外围环流会伫北部甲东半部落大雨。这个拜六礼拜影响台湾上明显。 车头的铁轨路，互最近甲无看的汽车敢若会当停伫遮，因为东北季风加人北海岸、湘北山区大省受到影响。即马若是东北季风，海面上阁有新的风台要形成。目前它所处的环境条件还算不错，所以也预估可能在今天就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的一个情况。至于它未来，因为它是慢慢的以比较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。 也预估在24、25号之后呢，其实它整个环流是比较靠近我们台湾。那风台形成会将从今年第20个风台谭美，虽然伊目前预测的路线伫咧吕宋岛附近往菲律宾去，不过嘛无排除会外台湾，加上东北季风，敢有可能产生强盘的效应。24号之后，其实它路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哦。那它往北一点点的话，其实是有机会碰触到我们的 警戒范围，海上的警戒范围。如果至于在礼拜六、礼拜天对台湾的影响会是如何，还是取决于它未来的路径，这还是有不确定性。不过也是提醒大家，至少东半部地区降雨的情形，一开始会是比较明显的。气象署讲，准谭美伫咧拜六礼拜对台湾的影响是上大，不过风台过境的时，东北季风减弱，所以产生强盘效应的机会就较低。不过外围环流也是有大雨的发生，提醒民众就要提早做预防的准备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